西方、東方同中東交匯嘅幼發拉底，唔只係停留喺地理上嘅界線，佢係喺神嘅統治之下，將戰爭同流動加以限制同維持嘅界線結構。喺啟示錄第9章，幼發拉底係以被捆住嘅狀態出現，被抑制嘅戰爭流動喺指定時間被釋放，帶出原本受限制嘅審判被顯明嘅結構。冇乾涸代表流動仍然維持，道路尚未被打開，所以喺4個天使被釋放之前，受控制之下嘅秩序會維持不變。喺啟示錄第16章，幼發拉底乾涸，呢個唔只係自然現象，而係被阻隔嘅界線被移除，道路被打開嘅狀態。第6位天使倒出碗之後嘅乾涸，唔停留喺結束，而係進入轉換。被抑制嘅流動被打開，朝住最後戰爭顯明出嚟嘅結構。所以幼發拉底唔停留喺引發戰爭嘅根源，而係要理解為限制同釋放戰爭幾時同點樣顯明嘅界線。透過呢個流動隱藏嘅衝突被顯明，通往最後戰爭嘅道路被打開，並且喺巴比倫倒下之上，神嘅統治要被顯明。